结婚了没有？可能我比较早婚啦。甲我同胞离个了，我都离个土啊，土生嘅，拢总得走。甲亲上个鸟安我安做都感应。很多那么多名义的。西门啊，可咩安尼，做家咩安尼，慢家咩安尼啊，嘿啊，了上多生意多太好，啊我有按好上，没按好上，都还做得做条代志啊，啊无我较晚婚可能我迄摆生意太晚可能50-60岁吼，家嘛甲做毋得咧。老离个了，呛呛的离个，个入了离呛呛的啦。嘿啦，啊无害你落风风的，啊，无害你落离个有变风的啊。安尼啊，系啊，好来去吧。系啊。安尼裸照哎呀。尽量少开。不用这只手扶下面，对对已经忘记了，它这个的啊，其他的，这样就可以了，一切都自动。对呀。一下子就可以吗？对对对，就可以了。哎呀，找录音了。没有，我都刚帮你调好了。啊，你不要讲话哦，要闭声音。哦，可以移动。去年的台都是安尼，安尼啊。哎。头期法案都连下拢失眠嘞。都很烦恼，亲手小唔知做会出无，啊写会好无，手心抖啦，就很后悔，觉得说过平凡的日子就好了，干嘛自讨苦吃？啊，可是有想讲，去年有人后半年这个影像培训啊，啊无继续下去，咪做唔得，还是想讲。当做经验嘛，没有天天来做啦。我都留这个当做学雅用的，去年咱那个拍，我了那个好拍的，我那个上加今年可能爱用这个，两个感觉可能了了去你就行的。那 OK 吗？我不知道耶。有录到了吼，应该有吧？没有，就下次再有。什么？了跳卡酱。哪？哎，塑料账好。哦，开开哦。开车好。啊？哎，你要等几多好？搞啊！搞啊，我连你来睇。哦。有啊。啊，你去拜人砸了吗？好了。我真我都会动，这样可以吗？突然有个方法，你用我就要胯子，再蹲下胯子。要睇扶拖啦。打杆啊？系啊。扶拖。我去做乜嘅？带人来梨的园做事啊。系啊，本来学期七家里嘅做事啦，今日期间学期七无限，有公园的个啊，系。
去特别学样片啊、录样啊，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以前在山上就是很平凡啊，反正每天就是很单纯的生活啊，没有跟外界有什么接触啊，就是带小孩子那些啊，然后心里想就把小孩子带好就好了，照顾好、保护好这样就好了，没想那么多啊。可是来台北上课以后，真的我觉得台北跟乡下真的差太多了，资源呢，资源也差很多啊。特别心中他快乐样的，来感觉了，把自己变快乐，学台北，大家都有笑容。mới tô mà chỉ cả ở Kim cái chỗ cô theo rồi要接受判刑，那是很残酷的。每次最恐怖就是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做这种事是自讨苦吃，我觉得自找麻烦。这个是跟这个是有关的。你说回去要简单的带过，可是这个简单带过去已经把这个这个家族跟其他的这个家庭的那个不同，跟客家族群原来的生活的逻辑，输出就要讲出来，回复神经，对不对？不是吗？这个部分要讲出来啊。对，所以我的就他的。你这里我在拍了吗？我就感觉好像这里面很多拍。没有，只是写的，啊，就是平常生活就这样。就感觉是已经拍到的东西在写的样子。没有想要看的，因为他平常就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常常来直接跟这个老公相处的状况，然后嫁过来之后，跟你公公相处的时候，他发现好的话是好在哪里？我倒觉得，以观众来讲，可能会了解他在印尼那边生活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可以让他大概谈一下。拍摄一定要很活泼、很轻松，问话一定要幽默不要像你现在这样那么严肃，明明很好笑的变成不好笑了。没有幽默，要培养。因为这个题材是很幽默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回来会不一样。啊，碰来打工，那个80岁还青山嘛，个青年人。去山当做些咩咩写个小纸钞里个配个英文单字啊，个伊山当做些做专利礼物卡，个里个通个 CD 啊学英文啊学印尼话啦按多些叫青年人里个学有对无诶，想讲80岁做都很困了，抢几个人人。很晃，对，酒驾？不是挂在树上倒好了，想到了，挂在树上。哇，你们都不用那个，真的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好吗？可以啊，这个很。那个嘛该，哎。好啊，这边有好啊。
哦，一定要的哈。我本来填嘛，好不好？系啊，系啊，系啊。睇嘛睇。啊，什么都好啦，好啦，好做。系啊，啊冇八蛋，哈，八蛋啊。呀。说那4家不知道怎么说4家不够啊？啊？不够。不够。那你怎么讲？我不会讲，我很多不会讲。不够，不够，因为它里面都是籽啊，应该是这样子翻的吧，所以就叫不够吧。不知道啊，里面是那个里面很多籽啊，不够。学生有时候你的课语真的很不标准，他们说你讲什么课文，啊，后头跟我喊错，没这么讲。其实我真的，我们村的人都说我讲的客家语是那个喉咙腔很重，就是不标准。挨到喉咙腔。阿姨，爸，阿姨再见。我要學教嘅，睇見等我來撲啊。係啊，我要學教嘅。哦。還有一些種田啊。等啊，教書啊，看家就看去教書啊咧。謝謝啊，我要做些啊。係啊，好。我去考去好多先生啊，我去學校嘅先生講，你啊規條路全部係客家人啊吼，我去考嘅客家嘅先生可能較好啦，語言有較清權啦，你全部係客家人啊，教書嘅較權啦，唔過去考嘅好多嘅先生啊，嘅有理有較嚴啊，都沒想象可能沒有樣啊，都考嘅客家先生。你按年1260元都冇去搞，因為茶錢、油錢，算啊，佢哋算唔過。我香港賺出來都要用嘅。打那個後山上的啊，老師也講他們很快樂啦，安尼咧，要親好過一下都應嘅咧，這路很小條咧。係啊，呢種客家狀，佢特別細嘅冇乜曉講嘅，唔曉講嘅。上課都用國語啊，用客家嘅嚟講。啊，有嘢有卡咩冇講嘅，如果偷到好耐本用啊，冇講嘅。同學啦，我的同學，啊，找你們。哪裡？係啊。新聞台沒有。哪裡有？320。速度要起來哦。沒起來，它沒飛起來。隨便你們再玩就。給他再照，再2個。3個去。不要。那個。我是我要。老師，我想要。不要那麼多。腳呢上頭卡嘞。3個啊。嗯。來，最後一個。來，問答。有沒有拍到我啊？就。我還沒有跳起來。想說沒有掉。走吧。對呀，就這樣子啊。對呀，你要看嗎？你看同學在那裡。在那邊，這樣去了，沒有。
有没有看到？上做个客家嘅记录啊，因为我去教嘅佛教啊，伊嘛，拢迄山东嘅客家庄啊，爱上个去教暑假存的时间，嘛，拄好去了解状况，啊，顺便留个山东记录下来啦。你有讲客话无？有讲客家哈？哦。而家講學法係啊，講客家。幾好啊！係咯，而家教書啦。哦，而家成人係而家教。做船長。係啊，教嘅客家天啊。係啊。人哋特別行業弄啲奶特別來。係哦，我今年客人啦。你一年啊？按多一年啊？董事來。係啊，今年。董事來。係啊。哦，啊記得點樣一年嗬？係，今年就得打。又得打。係。哦，你特別咩簽到一年？係啊。啊，佢狀況咩簽到嚟？係啊。係啊。油价扫涨的原因是因为国际原油的价格再次飙高。中油决定在3号晚间国际石油输出国会议结束之后呢，也开展会议。浮标多少？有黄鹅吗？一包，这么低的。随便你的。那你要不要吃这个？就买一个这个，这样。啊80。谢谢。我要先讲什么？会不会讲？哈，要讲什么？哈，要讲什么？你讲一百块呢？你要讲。高宗主义欣赏开高。那回去做什么？那是讲伊啊，讲我话呢？哎嘛？别等你，不要讲客吧？啊假。要讲客较死假嘞。要讲客讲出去就走头路啊。古代讲客要加他20分。较早是原住民啊加，咱现在换地人啊加。给汉语了。唔咩？加打汉语。你妈妈透露你了。哎呀。你叫唔好讲哦。客家运动也虽然一岁不讲诶。什么话嘛好学，逐项会晓讲上好啦。这样子了好，然后我们试试看。ngày đạo hệ dừng nhẹ dần cao trọng chủ nghĩa现象。带吗？哈，有没有？我都会煮呢。
你的都在主任啊？我在这个里面。哦，这样哦，复习一次好了啦，好不好？那啥？没事啊。酸呀青青呀是啥？怕酸呀青啊，对啊。我改天要把训练跳绳，我甩一下你跳一下，甩一下你跳一下。还有祖传。啊，冇半日都唔知，冇半日都唔知。咩？阿姐唔肯講，老公比較快咯，嗌咗阿婆變啊，老公咧嗌啊。差钱跳下去，哦，是带。哎，不是，就是空眼的位哦。哦，不是哈。我上啲錢咧。没了，不用了。我上咧。哎。哦。回插播店哈，很像就休息站啊。其实好像觉得那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吧，以交友为目的了吧。本人讲花蔬菜啊，讲烧啦，本人吃坤啊。一般有卡，我细汉我哥哥煮饭啊，人老妹都熟鸡啊，我煮开，伊啥样式啊，我生意，他家要向下做啊我落家我看我家养都对我个家干啊，以后穿个服饰嘛个，拢准备好啊，洗身衫都来拿好来。出门个鞋啊嘛，咁来准备片片啊，我都还冇人嚟做。行年幾好多年。唔搞幾講咖啡啊？哎呀，我哋只係學嘅呀，順其自然就好了。因为我爸要开店啊，家迄时要顾店，我想我做较太监，要来见真啦，反正无想，我想讲食着做人诶，较别安怎发展怎发展啊，无我本身讲，给阿爸老家来你个上病啊，我有安尼考虑啦。每年5月份就可以过来这边采。5月1号。你可以吗？可以啊，你都很扛住。这个还其实，它这个优质那是很漂亮。妈妈，你有没有爬树哎？像猴子，掉下来耶！啊，它一直掉下来，就把它捡起来。掉下来就是都就是好的了啊。很多那个树枝都没有修了。没有带那个剪子来，要不然就要把它修掉。妈妈，你平常没有听下公共天数站里吗？没有，今年才开始。没有，平常有来帮忙，可是今年单比较多，单人下啊，称力。你莫给力，他已经10几啊1000几了，然后一天绑。喂，有人来了，好，我现在回去。又有一摊人上来了，好，我下去接。又上来了，好，我下来路口带，好，好，不用，
哦，这样比较好，要不然上次都我一直跑，现在有结好嘛，他小时候先种桃子，然后从那里锯掉，这嘛是啊，全部都是，这个会栽啊。然后带你去面顶看，哎，看啊，这个啊，这面顶江是啊，马上哎呀，不会很红啊。哎啊，这拢会当吃啊，这就很漂亮了。你慢到阿婆是行到上班。你话阮遐规个迄桃仔栽哇，阮迄就是种迄桃仔栽，啊，再搁家接过。哦，种桃仔啊，接的啊。嘿，对，差不多。拢咧当这边啊，对啊，你要吃可以吃啊。吓，伊那有个逐工来，拢下早透早来办，有一个生理人伊家己来办，转去卖。伊可能只买20块，等于可能卖40、50安尼啊，然后家己来办。哇！一聽話嘅按多嘛應該，嗰啲蘆筍按你摘好，我大龜角大家等過去。當年嘛，最多啲蘆筍都冇爭過。现在外面很多来。我成橋我人嘅天少，歡迎啊！領導嘅歡迎啊！安平新市我是家管理員，我都要80歲了，我都要冇接棒的人沒有了。反正我80歲啊，我來也冇去做啊，將來。cái quan được con à ho ngày nó hành xoài đi rồi hành nhiều rồi hết ngày một xoài đi rồi mua mua ya chứ cả xong em mua ya đây à con xoài con này chưa cho nàn này 其实我是觉得他是担心我们不要帮他做。就是没有人要把它接这一片果园，他才一直做。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他以后如果走掉了，这片果园会给先生吗？不知道，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他年纪那么大了，然后他这样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80岁了耶。啊！可是因为我那一天在看他，觉得真的管那么多，又要称又什么什么，又负责工人，又负责观光客，自己根本弄不来啊。我们就想说，就帮他。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过来这边摘一个月多少钱？没有钱。啊，他不是有请工人？对啊，都可以采啦，你看到来当饭。哦好，嘿，啊你还要吃买当吃。随在恁吃啦，吃到欢喜。我还没叫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个就是李志远，到现在还是李志远啊，没想那么多。刚刚还没有结婚，就像你们这样看到那么李子就很爽啊！摘李子有什么好漂亮啊？这里要是李子好吃哦，整片都那么漂亮。你有没有想到那么多？以后谁会去做这个？红的李子，我看桃色漂亮，是太细了，较歹看片，啊，唔是漂亮。你听吗？你要10点多。一下隻嗎？哦，咁幾可緊，一食藥爭幾多嘅咧？又斜又甜，啊个濕濕。喂，有人来要去带吗？你，我还打电话。对啊，那都可以采啊。对啊，不会的。放下去。我17歲來響工廠去做飛機，我做員工，都有家都熟識的，家啲台南熟識的啊，啊都咩咩客家人哦，啊唔過佢客話有法度講啊，也算挺厲害啦。啊，公司煙開了買曉講嗬。開了我較曉講啊。啊，你講，你又將我講開了發到啊。係啊，啊師兄你下爭個好嘅啊。頭擺下冇人連轉，斷續續。頭擺冇買。係啊。唔係，你行業是都學2種語言較強，你知道嗎？結果貴種嘅客家人冇辦法去做客家老師，甲咱
福路人去做，有啦喊。唔係啊，客家人冇去考啦。唔啲啦，唔好去落你上呢個啊。啊，你去考嘅定冇考嘅。你啊看有冇去哪練落個？但多個有就得幾邊咧。盲人嘅啥個冇去教，出外伊沙里嘅教田咧。難聽喎。係啊，學法攏冇人教呀。哇，用安尼。有冇佢講一節260啊？啊有冇嘛補充有冇？哦，啊支持度未好嘅話。咩啊，錢冇一度啦。還是想講啊，較欠錢有冇？你講下呢？真嘅咧咩？老娘爸到底停住啊？佢有薪水過冇？哦，比薪水較高啦。哦，你唔係啦，做得你。冇啦，做義工啦，唔係冇啦。做唔是話係咪推太埋啲人咧？木上人多啦。要人啦，嗰嘢嚟都嚟啦。係啊，自家傳嚟係樣啊。这张拍一啊。我知道。集集放在明天结果那个。几多斤看啊？好啊。多少斤啊10斤。10斤啊？对。确定。算10斤嘿。还要吃冰棒，你要不要先上化妆室？可是你跟他问，因为这一片大家都知道吧？哎，好，谢謝，好。當然是講緊到大個香港，唔好大家等工。因為習工人粗嘅該工習過，大家得習嘅。好啦。下年讀書呢就冇習嘅。好啦。這邊講呀，我就昨天開始呀，好。這邊送回去啊？好，都回去啊。好啦，謝謝啦，嘿。兩關，念的關啊，那是吧？哎呀，中國。你冇啊？Yes。好嘛？你自动要改，你两个老师呢？没事就摆在那嘛。買檳榔，還沒無咱講啉酒的來。以前我都在喝酒，有時候早上來，就說來啦，臨畢業啦。真的去台北，然後跟他們隔絕，然後我去學影片以後，他們還是會來找我喝酒啊。說啊，你去讀書回來啊，好不容易禮拜六回來，我們來喝一下。我說不行啊，我有作業啦。很多次以後覺得無趣啦，他們要找我喝酒，我就剛好因為我要做爸爸紀錄片的事，我又跟他們推。他們說啊，你畢業了，怎麼又還沒有時間？就真的啊，我要拍我公公的，我很忙，我都沒有晚上都沒睡覺，我真的沒有心情跟你們喝啊。好一興哦！我條眼冇媽冇冇講。很講啊！佢係熊貓草啊，咩講嘛？熊貓草。係啊。咩講嘛？唔聽唔錯講。條線啊，富裕啊，他敢唔記得的呀？不用講富裕啊。對啊，就是因為以前我就反正是對客家可能沒那麼熟悉嘛，也不會去刻意去什麼，就是自從去教了客語、教母語之後啊，又去參加受訓以後啊，就覺得我們這裡客家人真的好像輸人家很多啊。然後我就想說要成立一個學會啊，就是第5冊才要，第5冊了啦，第5冊才要1、2。還沒做夠的，也還沒做夠的。本身就是說，地方對過去地方的產業，我們要重新就是呼籲它，讓它重新就是呈現出來。因為現在年輕人他們已經不懂得、不了解、不知道過去我們新興村所有的東西。忙做還是跟老伊講啊講嘅，我輩吼攏進步都安尼吼，現狀況攏無進步啊。本來佢們講。唔好按導師啊，出下入點咩講嘢都好啊，插俾按導。咁估驚下佢可能從佢阿爸嘅個人，或者佢聽書啊，佢咩感覺可能都安尼做啦。
每人都要有战神啊。你说到底谁追谁？好。哎，好汉不提当年勇。没时间啊。什么安江，什么安江，就像个一枝花啊，不是啊，一枝花要这样子啊，从。什么安江，什么安江，就像个一枝花，拍拍个牙齿，缝缝个嘴唇，母猪啊袂讲话。他们这是第一册、第二册啊，有没有？第三册啊，第四册、第五册这样子啊。总共教几年级啊？全校都教，1年级教到6年级啊。啊，书啊嘛，台书都有个诗个音啊。对啊，像那什么4言。之前不是老师。啊，本来无按认真好啦，去教书，感觉哎，真感情都唔晓咧，无学做唔得。再个较认真学的啦，副的、铁瓜、番菜、副麦、芹菜、葵花，也有写芥菜、国菜、芫荽，安尼啊。啊，可能也有注音有冇？然后就俩拼音啊。这个。哦，这个注音完全就是那个。对呀。少用的原因是为什么？不是那个还没用到，以后还没教到那边。遇到学生啊，无爱读，伊讲嘛，该了国际观学嘛，该客家话。伊个学生真正无爱学啊，看金要客家人啊，其实好容易啊，啊，佢可能学得真难的，感觉啊，很难学个，无爱学个，佢都会安尼讲的。真囡仔无教课了，学校真囡仔唔见摕咧。水里的朋友邻居。然后跳拜是什么意思？上次。哎，然后跳拜。上次。哎，那下文呢？下次。毛蟹嘞？毛蟹。螃蟹啊，毛蟹。哎，然后毛蟹金叫什么？我是人头吧？对啊，很难看哦。不会啊，怪怪的。啊？怪怪的，不好看，真的好看。太短。是吗？双颗嘞。不是。双颗嘞。含口音，你都把它含口音。音要讲就讲啦。哈，要不要？不要算。看嘛啥开一回，看高人花开欧来，风风呼，树要被拔掉。再次看，有些没有，有些字念错了，好，再念一次。狂风浪里跳，光看嘛啥开一回。从题目先念再。还有。那个你要。老师，他一直用这个啦，对，可是没有红色的笔，然后还一直走。你看这里，老师没有人有红色的笔，你不要讲声来这里好不好？我会用到你彩色笔。我也不会唱，我能感觉没有歌词我不会唱。看着光晕，又不是说我要唱歌。他唱，他先唱，我不会唱。像安尼都无想要搞的，像安尼都是想要做培养事情的，哎呀，感觉你要穿前面难穿。都可能海北啊，俩学校可能要做俩，感觉遮较嫌弃啊。
唔會啦。哦，打唔下你，廠會上嚟嘅點，點解啊？攞嚟啦。好啦。啊？因為我狀況都客家人啊，我狀況做乜嘢睇下要聽書啊，做乜做事啊，他了一多年都冇投入啊，我想講成立一個發展觀光的東西呀。農業即刻要數數啊嚟講係冇呢。上個問題啦，真係啊，你上個問題啦，你問題都講冇大事。你咪冇要牙數個錢上嚟。點解用嘅？cái trong anh nhâm thà nhâm lời tôi tí được. Nhâm này mua này牙數個錢上嚟。Có nhom này. Anh như vậy. Em còn nghe sư một món còn vào. Đấy kia thì là số nó mang yếu tố thì tốt cho này cái an toàn. 拍戏啦，拍戏啦。上班呢，啲人都客家社會啊，係啊。啊，你是用我一次教嗰個任嗰個係啊。冇人係即係煮嘅乜好，係如果嘢係冇超啦，冇超人到啦，係即係個煮嘅啦。呢啲人開始我下煮客家話，過來合辦到的啦。啱你聽啊，乜關到啦？嘅如果客家觀光發展協會啊，沒有，我講。你的學校老師也知道你要做這個。沒有，因為我不會用電腦，我家那個電腦我不會用，列一列不弄不下來。那第一步要怎麼辦？要邀人啊！我們在台北學會有看過他們弄。對呀、要邀誰？我們村民啊。學校老師也知道。上次畢業制作不是去拍車城社區嘛？那車城社區是在我們的隔壁啊，然後他們就進步我們很多啊，真的差太多了。然後我在想，我們村子是不是也因為沒有人出來帶，大都是還很保守，因為就是這裡就是水里鄉最偏遠的地區，我們家是水里鄉最後一家了啊。對啊，過去就是別的鄉界，就是魚池鄉了啊。可能是因為離街上比較遠啊，思想啦、知識什麼都比較封閉啊。上個月還在做剪輯的時候啊，做場記啊，做什麼做到很累啊，就後來就眼睛閉着來拉胡琴，真的睡覺真的是睡不着覺啊，然後死不知味這樣子啊。他每次問我，你要做那個什麼事那麼難嗎？那麼難嗎？怎麼做那麼久還沒做出來？那麼難嗎？像人家拍新聞片，今天早上拍，晚上電視上又出來了。你這拍那麼久了，都還沒看到成果，
他觉得没事，你在学什么？他说你要做什么这样啊？他们会这样子说啦。做马达，做安丢，看不懂。我们又喜欢尝试，好奇怪，都不要碰就好了嘛。对呀，某周养公公之后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搞熟啊，那成立一个协会啊，然后公公也说年纪那么大了啊，因为没有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以前因为大家都没住在一起，也对他了解没那么多，现在就是因为拍这个片子，对他对家里的情形好像更了解，这样子觉得他年纪真的很大。还有小孩，看到没？我从顺沙去玻璃啊。因为车程也有在叫我们说去跟他做简介片什么的，所以想说这个还是会学啊，一定要把它学会嘛。去台北受训干哈有没有？有读到什么社区营造啊，然后会参观很多社区啊，像我们去美容，他们就只有光一种蝴蝶就可以办蝴蝶季啊，那一条小溪也没有我们这里那么漂亮啊。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厉害啊，很棒。然后就想说我们这边风景那么漂亮，还有各种的特产啊，就想说跟产业还有就风景这样结合啊。江浙河里平常都很多人来这边烤肉。没有，这是我印的啊，我自己是印的啊。这是寄给他的县政府的啊，这是之前寄的那个啊，寄给他们的公文啊，他们已经回文下来了啊。非常的严重啊，村子都剩下老人跟小孩。我在想说，村子没有说发展一个好的事业啊，是不是真的以后这个村庄真的不敢想象说未来是什么样子吧？那我觉得这是家嘛，是自己的根啊，老了我想大都会归根嘛。不是蔓延，世世代代就安样勤俭全家，江山百年无改变，下个今生莫无题。